国际拢在加强各项电子产业的半导体和 AI 研发。欧盟嘛，甲日本签约要加强半导体合作。那欧洲议会顶个月才拄通过人工智慧法，要管控 AI。不过，即马有上百位欧洲企业的主管是发表公开批评讲无应该爱严格控制 AI 发展。欧盟甲日本针对海南甲通信准性签署 MOU， 欧盟执委布列东出访日本。 除了甲官方的代表见面，嘛拜访科技大厂，将方为强化半导体、通信甲 AI 等技术交流。Notably METI, on how we can organize our digital space, including AI, based on our shared value. 布列东甲日本数位大臣、总部大臣等的官员召开后日数位动化委员会议，探讨半导体研发、供应链韧性、科技投资环境，也有 AI 监管等的议题。 双方嘛针对形成式 AI 的发展，甲基础模型进行交流，为全球形成式 AI 发展来做出贡献。オープンで安全、革新的かつ強靭な通信インフラの重要性、ビヨンド 5G、AI、半導体に関する戦略的協力、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。We are working on crucial areas. From semiconductors to high-performance computing, AI, and everything related to digital will definitely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our economies and our citizens. 欧洲议会会伫6月份通过 AI 法案了后，加做全球 AI 监管的领先者。不过最近包括西门子、海尼根、德国银行等100外的欧洲企业的主管发表公开批。 因为这项立法的草案会危害欧洲的竞争力甲科技主权，有增强语言模型的国家会有决定性的竞争优势。批评甲形成式 AI 严格立管是官僚主义的行为。不过针对这点，欧盟也未做出回应。也若国际上对 AI 的探讨，嘛延伸到各项安全的领域。联合国安理会会伫7月中举办 AI 对国际和平、甲武器控制等安全潜在风险的相关会议，将做历史上的头一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